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，讲这2020年台湾自闭症的人口超过16000人。今摆有科技公司发现讲，因伫咧工程方面比别人更加认真。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着爱放任新种者的保障物件，达到真正的工作平权。对于验零件、校正影像、操作设备、自闭症的员工，伫咧科技公司做工程师，做3-5年的时间，这速度甲品质袂输自侵员工。DTM 跑那些测试项目，让 driver 通过验证，结果比较明确 ，OK 就是 OK，NG 就是 NG，然后部门的人、同事、主管人也蛮好的。实际上，他们真的来上班的时候，他们是比较敏锐的。在一般人都已经测试完一个 cycle 之后呢，那他再去做检测，他还可以再发现问题。这自闭症的员工也有人叫因星儿，因虽然伫咧社交、情绪、认知有欠缺，不过专注力甲顶真的程度，有诶比一般人加几落倍。有企业肯定因的特殊专长，8年前开始找因成立特殊部门，即阵阁要招30位继续投入工程相关的工作。不过民间团体认为，疫情之下，新种者的就业机会阁较少，呼吁政府爱放宽全国义务单位聘用新种者的名额。大部分去互接受的拢是这个肢体障碍，真少讲因看到因的优点，智能方面的问题的囡仔，所接受到的工作拢是类似一寡清洁的部分对劳动部的资料来看，去年5月份疫情爆发，全国义务单位新种者聘用的人数86000多人，其中自闭症有1500多人，占1.8%。到去年底总聘用的人数加2000多人，自闭症加154人。劳动部表示，准也要扩大招聘名额，爱个凝聚社会共识，修法讨论，即阵会先甲遐要被补助的单位保护条。记者阿敏珍、张玉思台北报道。